旅遊最大嘅樂趣在於過程中無限嘅探索，而只有入住真正蘊含當地原生文化嘅酒店，先至能夠令旅程達到最極致嘅體驗。Nambutara 名字源於古老梵語，意思係無窮無盡。呢個命名象徵住體驗探索嘅無限延伸，代表住入住賓客可以發現嘅各種旅遊可能性。作為 Nambutara 品牌起源地，華欣 Nambutara 度假酒店已經踏入25週年，品牌發展至今遍及24個國家，擁有60間豪華度假村。酒店剛於去年底完成全面換新，更榮獲米芝蓮星躍酒店推介嘅肯定。呢座海邊度假酒店以傳統泰式尖頂木屋為建築藍本，巧妙融入現代化科技設施，喺自然與舒適間取得完美平衡。園區內綠樹成蔭，小橋流水穿梭於多座各具風格嘅蓮花水池之間。170間客房與套房全新升級，泳池直通房可從房間直接步入水中，夜晚亦都可以自由暢泳。仲有雙臥室家庭套房，另外有部分房型更歡迎寵物。除咗擁有池中酒吧嘅全齡適用家庭泳池與追求寧靜嘅成人專屬泳池，仲有迷你農場、狗狗公園、兒童俱樂部、單車同埋跑步徑，並提供泰菜烹飪課同埋泰拳體驗班，讓賓客可以更進一步探索泰國文化。其他娛樂設施一應俱全，暢遊棋牌、球類活動、飛鏢、射箭、瑜伽、太極、健身中心，仲有攀岩場。每項活動都有提供免費體驗班以及專業指導課程。水上活動同樣豐富，從獨木舟、站立式槳板到電動潛泳推進器都有。仲有屢獲殊榮嘅水療中心，置身於蓮塘深處嘅花園裏面，提供滴盡塵囂嘅頂級享受。酒店正以25週年慶典獻上限時禮遇，入住響酒店消費額度免費迎賓體驗，仲有會員升級權益，可以全日使用 Kasara 貴賓廳提供嘅免費茶點、日落特調飲料，甚至免費延遲退房、免費洗衣、餐飲854等專屬優惠。今年係我與老公銀婚之年，我哋決定把握優惠機遇，一齊參加泰菜課同埋佢第一次嘅泰拳體驗班，喺呢度度過咗一個難忘愉快嘅假期，一齊去體驗無限嘅探索，為我哋1/4個世紀嘅相伴留下更多回憶。